观众朋友，大家好，早欢迎收看4月19日早起新闻，我是麦松莹。头先先来关心的，就是这中选会呢向最高检察署来告发41件假连署的罢免案。即马除了双北市以外，就连高雄的检调嘛开始有动作啊。北检是来敲找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也有相关干部的徛家。台北地院伫今日透早5点外的时阵，裁定主委黄路锦如甲陈焕川是无保请回，那姚富文甲曹文庆是羁押禁见。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骗术赖清德，那准阁加行一步，就等于是直接宣布戒严。点到6招，伫台北地院外口静坐，国民党主席朱立伦18暗时，佮号召支持者到场。相关遭到性爱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黄路锦如等4个人，真侪国民党立委、市议员也到场宣讲。除了号召数字量就开除，朱立伦也批评总统赖清德，每日都是咧斗反对伊的人，竟然韩总统饮食我一定自叹不如。全台湾现在在大搜索。大交保、大收押，从南到北，我相信只差一步了。赖清德只差一步，直接宣布戒严。北检17搜查国民党台北市党部甲区党部这所在，佮将主委黄路锦如等人召回进行了后，剩下引起南亚不满。18开议亚庭，台北地院也透早5点外裁定黄路锦如、陈焕川无保请回，姚富文、曹文庆羁押禁见。所有民众继续联署。我们的联署工作照常进行。调查人员将电脑主机直接搬走，罢免民进党立委用这科技嘅团体，高雄双北嘅联署总站甲带头人徛家18遭到搜查，因为涉嫌不实联署，甚至有便衣检调去凤山工业市场联署站，将工作人员传回调查。如果他们有搜索票，他们有拘票 ，OK， 请拿出来，让我们认为现在的绿色恐怖，你们是合情合理的。即便你觉得他跟朱磊有关系，要一起回家清查，你没有拘票就不能带人。朱磊明目张胆地表示抄党员名单有错吗？这种伪造文书的行为被检调搜查是意料之中。我尊重公民罢免的权利，但呼吁国民党不要再抄了。高雄双北嘅带头人朱瑞甲黄凤芝负责人施尚贤涉嫌伪造文书甲违反选罢法，遭到移送高雄地检署的被告。检察官开暝进行了后，黄凤芝18暗时10点无保请回，朱瑞伫19透早点外15万交保。另外，家人检调针对罢免立委林百祥的电书有116件提起书，涉嫌伪造，也展开第一步初步调查。林百祥声明呼吁司法应该公正中立，对拿着两边的标准爱共款。日前有接获到中央选举委员会告发，针对涉嫌伪造的提议人名册有进行查证，来厘清是否有相关人士涉有刑事犯罪。中选会指出，目前有违法嫌疑告发案件41件，拢有提供事情给检方，相信检方会依法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好，咱看到北检呢，即马开始咧办国民党的一寡干部啊，真侪支持者呢是去到北检的管制区来抗议，警方举牌啊、举七届来甲警告。内政部长刘世芳针对涉嫌违法集会代志，要求严格执行。也那台北市中正1分局已经证实，已经请北检来指挥侦办，也会通知朱立伦，也有国民党的发言人杨志武，甚至是立委谢良介3个人，拢到案来说明。国民党主席朱立伦17号召党工及民众集结台北地检署建独裁，因为北检头前是集会禁制区，警方出动160名的警力戒备，大罢免退休国民党青年军爆出有力连署。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黄路锦如、书记长曹文庆、总干事姚富文，甲第1区党部执行长陈焕川4个人加入假造文书案，17方约谈，那也几下面代响应朱立伦号召到场声援。台北市长周万安也出现，强调固定行为家己承担。那也支持者后来杀到闸路尾，冲入北检管制区，警方7摆举牌警告，严格无更较强硬的执法动作。人潮一直到18透早才散去。北检外面的集会游行将合法之前，针对那也亲像伫北检头前违法停控，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要求警方严正执法，有任何的资料行为全部移送地检署侦办。
那我们会把所有的这些跟集会游行法有关，包括是否在禁制区以内，好，或者是有任何其他的滋扰行为，全部移送由地检署来侦办。可以啊，谢谢。就来吧，直球对决吧。中选会主委李进勇呼吁维持清气的选举，强调规则文书由司法部门侦办，甲罢免联署互相无影响。伪造文书的侦办，这是属于司法部门他们来处理那至于在选务的部分，我们按照这个选罢法的规定，相关的规定来进行那互不影响。国民党抗议大罢免会期，朱立伦强调，要全力支持防恶霸的立委，各地爱挂扛棒，出动宣战车，全面打响六战。我们所有的立委，我们党中央都有做相关的民调，来随时掌握每一个地方选区的民情。我们这个大型的战车，把我们的声音、把我们的力量发出去。朱立伦号召民众，各积极北京。表示4月26日上凯道罢免总统赖清德，也毋过老西方强调会全力执法。广视新闻采访报道。今日还阁发生什么款的大代志咧？咱做伙来关心报纸的重点。自由时报：台北地检署侦办一桩假投资案，女性欧有堂甲伊的男朋友吴汉为8个月内甲5000多人拐157亿。昨检方是来起诉80个人，要求对主嫌判重刑25档。另外，也会针对15个要咧逃亡的人来发布通缉。联合报：根据劳动部上新的劳工检查，这客运业者受到处分的比率，对2022年31.4%提悬到去年39.29%。其中上济违法项目就是轮班的时间，这通联客运互人点名是上界严重的，去年是拢总互人罚185万。中国时报：国际货币基金 IMF 的总裁表示，会降低对全球经济成长的预测。中经院也针对关税来表示讲，上悲观的状况就是关税战的启动，全球经济衰退，台湾 GDP 可能会降到0.16%。这顶半年是还阁看袂到，也毋过下半年开始，大家可能都会有感觉啦。来看这中经院呢，对今年这经济成长率有这预测是分做3项版本。较乐观的就是讲，这今年经济成长率是无法度保3，降到2.85%。那上惨的就是0.16%。另外呢，最近这关税也冲击到咱的股市。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这上班族平均是了23.5万。手机也提出来，伊伫关心股市上升的情形，因为对美国宣布要实施关税了后，全球股市是真无稳定。台股更加是伫清明假期了后连续大落3天，然后一寡上班族是了解真凄惨。持有的一些蛮稳定的绩优股都面临到被迫缴保证金，那我前后大概缴了快100多万的保证金，那还不含一些就是有在跌停的时候卖掉、提前出售的损失。观察最近台股行势，美国宣布关税进前，4月7日台股是21280点，落584点，7日台股面临历史上落上最情形，落破2万点，大落2065点。7日台股大反攻，收伫19000点，起1608点。创历史上上大起点。18金管会实施限空令最后一天，台股收伫19395点，起56点。这是美国关税也为经济带来无确定性。中经院甲今年全年的经济成长率预测分做3个版本，假设前景乐观，台湾部分的科技甲产业的产品列做关税免除的清单，加上美国对台湾关税维持10%，今年经济成长率可望伫2.85%。也若是中性前景，台湾关税超过10%，成长率预测是1.66%。也若假使协商恶化，出现全球经济衰退，上摆可能降到0.16%。即使川普的对等关税政策真的能够落实他想要的，开始有影响，今年的影响大概不会太大，尤其下半年甚至明年初才有比较巨大的影响。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24年台湾贸易总值达到8694亿美金，排名全球第18名，比2023年进步1名。出口达是4750亿美金，甲去年差不多。中经院分析关税对台湾出口贸易影响，顶半年可能因为极端转单维持成长，影响可能伫下半年。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消息来关心的是，美国甲乌克兰即马已经对外证实，这双方呢是有签扩散协议的备忘录，按算后礼拜就会正式来签协议啊。也毋过，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稍有暗示讲，这美国呢将有可能会停止超越罗西亚甲乌克兰的谈判。美国甲乌克兰试图扩散协议更进一步。乌克兰第一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斯维里登科17日社区媒体发文表示，美乌已经签一份备忘录，也是叫做意向书，为两国的经济合作协议铺路。川普嘛伫白宫办公室会见来访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时阵，证实这件代志。Well, we have a minerals deal, which I guess is going to be signed on Thursday, Scott, next Thursday, soon. And I assume they're going to live up to the deal. 这份备忘录是俄国经济部长加美国财长贝森特透过视讯会议的方式签署。若是按照川普的进度，美欧两国后礼拜就会签一份80页的正式扩散协议，内容包含乌克兰关键扩散石油也有天然气。乌克兰也得到中建的投资基金。针对停战，泽伦斯基嘛讲，要讲停战，敢会当担无条件停战。伫这进前，乌克兰无担任何领土的问题，因为这是俄国的暗算。泽伦斯基是伫回应美国特使魏科夫进前甲普廷会面，因为会后魏科夫暗示停战条件就是乌克兰的5地领土，互泽伦斯基批评伊是伫散布罗西亚的言论。为了调停俄乌战争，魏科夫17嘛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做伙去法国总统府，甲总统马克宏、欧洲也有乌克兰的官员会面。不过，伫离开巴黎前，卢比奥说讲，这毋是阮的战争，也甲除非有明确迹象会当达成协议，啊，若无美国会伫几工内停止协调俄乌的和平谈判。好亲像伫暗示美国准备放弃，川普嘛已经渐渐失去耐性。公司新闻按日文编译。来看国内有一个姓张的查甫人，为着要行狡笑，伊是用麻醉药啊，甲因太太杀互死，而且呢，因太太在生的时阵想买2份上100万的保险。警方发现这个嫌犯是有前科，经过收集证据，即马照杀人罪甲伊起诉。半夜走廊内面，姓张的嫌犯手提塑胶管仔行入去因某的病房，无想到锁落来，随传来歹消息，因某拄做痔疮的手术，却向低保电发作，落尾宣告过往。检警大动作出动，要甲姓张的嫌犯因厝柜变过来，冰箱内面桌顶食剩的拢无放过，因为姓张的嫌犯因某的死亡有疑点。经过法医解剖的报告发现，讲死者的打接是出现微量的麻醉药剂代步卡因。彰显涉嫌将含代步卡因这个成分的药物有掺入在被害人的食品饮料中。根据警方调查，姓张的嫌犯平常时是做环保清洁公司的司机，但是这个步脚欠一大条胶小。警方调查发现，讲伊伫105年间就捌偷领迄当阵姓王的女朋友275万的存款。随后技术真侪摆甲放毒，甲农药害到因参去食米，技术这摆嘛是同款。交往的时候就有投保健康保险，那投保完马上就结婚啊！结婚过后1个月即进行手术。代步卡因是指示用药，其实是正定看的，无需要处方签，只要伫医师药师的指示之下，就会当使用是一种局部的麻醉药啊，会当止痒止痛。一寡帮糖加上药啊，含痔疮药啊内面拢有代步卡因，但敢若会当用无爱，若是去食着，可能引起低母点心律不正。不同于像利多卡因这一类，它的一个作用时间比较长，它的效果也比较强，相对的效果强，它的毒性也就比较大一点来讲。警方在113年底已经把姓张的嫌犯逮捕，当事人虽然是好人台人，但是检方在讯后是以罪嫌重大甲声称羁押。专案已经在这个月11日照杀人和杀人未遂罪甲起诉。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花莲县岛溪乡中正部落呢，最近是接续发生乌熊侵扰的代志，造成一寡鸡仔甚至是3只狗仔呢，拢互这乌熊甲咬死。经过画面的比对，确定就是玉管厝伫4当前来野放的乌熊。林保署的人员是昨暗赶紧去赶熊。分属的兽医去稍微看一下，确实是一种大型的那个食肉动物去撕咬的。但是到了17号晚上，我们大概又拍到真的熊就攻击第3只小狗，那确定就是黑熊所为啊。
林保署的花莲分署呢，看红外线的相机有翕到这乌熊挖进鸡条，也有乌熊去攻击狗仔的画面。这只乌熊呢，伊的颔管受挂箍仔，确认就是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伫4当前所野放的乌熊。那像就是因为伊的追踪器各样，所以迄阵啊，唔知是走去倒位去，一直到即马才互人翕到。林保署的花莲分署已经发公文，呼吁管处赶紧来处理这只乌熊，来维护人甲熊的安全。另外来看高雄有一个姓林的查某人呢，互警察当作是甲通缉犯共党的，所以硬甲人带转去到派出所。落尾这警方发现讲是抓唔到人，才赶紧甲放伊走。这当事人甲规个过程拢放伫个网络，是引起真大的议论。由凤山分局呢是出面来回释的，嘛会追究这3位警察的责任，甲因定处。我不要叫车！那你不让回去？我走去警察局看你们是不是真的警察。3个查甫人自称是警察，但因为无穿制服，姓林的女子无愿意对警走。17暗时，红山中校派出所员警伫文化中心要掠逃走的通缉犯，警方认为女子是共党，甲人查入来查问。当事人讲伊是行路来行车，因为警方态度强硬，声扫真歹，女子嘛无爱报身份证号码。最后人方带转去派出所，一直到暗时10点外，警方总算查清楚认唔到人啊，才放人离开。当事人伫网络打文批评警察黑白掠人，随后红山分局出面回释的，嘛承认警察的做法不适当。对于本案的为师，警方除向当事人致最深的歉意之外，另将依规定惩处，并追究考侦责任，同时强化远警教育训练。民众无犯罪，去拄着警察执法不适当，亲像这款情形，要安怎维护自身的权益呢？律师讲，民众现场会当先要求警方提供异议单，将搬走的过程、警方的资料拢记录落来，作为日后行政诉讼的凭据。若是妨逮捕，会当要求提审，由法官来介入审查。人民只要被法院以外的任何机关逮捕拘禁，不论是否基于犯罪嫌疑，其本人或他人都可以申请提审，由法官介入审查剥夺人身自由的合法性。而异议单的作用在于，如果民众认为远警的盘查无理由，可以当场提出异议，要求远警重新审视自己的盘查理由。伫即摆事件，警察拢无甲民众攻击的权益，和当事人互扣留伫分局将近2点钟。律师强调，分局是公共空间，假使民众有受到言语的打压，也是霸凌，嘛会当向法院提出公然侮辱的告诉。记者柯家如柯朝阳高雄场报道。观光署画出今年的目标是要请1000万的外国的观光客来到台湾佚佗，所以针对这国外企业来到台湾的旅游团，是有提供奖助金。有一个马来西亚的保险公司呢，请外人来到台湾佚佗，估计是会当带来5000万的观光收入。在天顶下满满的新冠，马来西亚来考县市，即摆受公司长嚟招待来台湾。伊讲少年时阵捌真济摆来，过来也是真亲切。每次也好，住也好，人情味厚。最重要一点的就是这个国家很安宁。我们3次来都是来到9份跟10分都来过，所以这其实是在重复而已所以也会很期待了。如果是台湾有不一样的景点，我们也下次都会再来。这团为马来西亚来青人奖励旅游团17开始分8摆陆续到台湾，每一摆停留5至4暝。70分9分，西门町宜兰团结中心等等，也是疫后上大规模来台奖励旅游团。去年有42万9000块马来西亚游客来台湾，业者分析马来西亚游客介意台湾传统的物件，为沟通是业者认为会努力的市场。华人的话其实都没有，他跟台湾的饮食都蛮相似，而且他们非常喜欢吃台湾的美食，所以景点那些都做的，他们非常喜欢来台湾。推动境外奖励旅游来台奖助，分为争取阶段以及举办阶段。我们会依照奖励旅游团体的规模以及在台停留的天数，给予不同的奖励。观光署表示，新南向企业奖励旅游才有市场，在推出补助措施、参加旅展甲行销台湾品牌多种措施之下，希望继续冲关来客率。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垦丁是咱台湾人的度假胜地，也毋过呢，这消费者互人讲歹仔的代志，煞定定听到。即马去到垦丁行搭的人已经不比较早，也毋过其实这几冬来，垦丁大家呢真注重环境的维持，所以真侪人开始来推设自然甚至是人文的导览路线，来改变这的观光形态。用暗7点半，青春咱的网特别带大家做伙来看垦丁的观光业是安怎转型。
那讲到垦丁，真侪人拢介意去遐佚佗旅游，有海基啊、塘河生水，国家公园嘛有丰富的自然生态。不过，因为当地实在是伤过出名，常常风放大来检视，亲像出现食食的纠纷、南湾租户线问题，还有饭店业者乌白涨关价，拢互当地产生袂少负面的影响，甚至互消费者感觉讲，准若要去垦丁，佫不如出国安尼佚佗加较省。垦丁较早才有300-400担，啊，只有1担无好，2担无好，就去用讲甲规条街啊拢无好，敢若阮是黑心的无好，嘿啊，这嘛是一种霸凌嘛，无介好，嘛有介侪人介认真咧做生意，啊嘛有介认真咧顾伊的品质。垦丁伫国内真早就开始发展旅社、客栈。根据屏东县民俗协会的统计，目前合法登记的就大约1500间。不过，这阵旅游形态在变化，消费者的需求嘛哪来哪多元，经营者必须要爱会晓变巧，才有法度伫咧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拼出一条生路。协会常常会开教育训练的课程，然后针对不一样的领域，我们会给大家吸收不一样的知识。2012年到2017年，有真侪中国来的游客拢会来台湾佚佗。垦丁的旅游起草有影讲是抢滚，落尾因为政策的关系就消封啊。到2019年，因为疫情全封锁，咱国内旅游是高兴起来。不过疫情结束啊，人潮煞对咧无去，要安怎找出路？学者建议观光业者就要长远改变一下思考，要想讲安怎互游客留个较久咧。咱希望讲一个所在的观光发展了好，毋是讲游客来1-2天，上少是3天，啊，若较长的可能是5天。啊，所以这对地方的这个发展来讲，伊确实一个较长期的效益。恒春半岛的观光问题是台湾旅游起草的缩影。观光署话讲，今年要拼1000万的国际游客来台湾佚佗，要安怎达到这个理想的目标，活化国内旅游的形态。咱的政府应该爱认真思考，看要安怎提出适合台湾观光发展的策略，才有可能改变困境，把咱宝岛的好山好水推展到全世界。记者吴定武、林建如，屏东报道。同款是推动观光来看，阿拉伯联合大公公呢是推出以好野人为主的豪华旅游行程，亲像杜拜这个城市，都互观光客呢会当坐豪华游船，甲海上的观光变甲真气派。伫海顶看杜拜这个伫咧阿拉伯半岛沙漠内面起起来都市，第期观光客任库斯带伊看守甲囡仔，体验无同款的旅游形式。We are second time in Dubai and the first time on the yacht, and it's perfect, it's crazy, it's fantastic. 除了会当伫船顶的甲板看波斯湾海上的风景，也当对无同角度欣赏杜拜景色。船舱内边也有正豪华的影音设备。杜拜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第一大城，每年吸引1700万左右的外国游客，所以有真侪豪华的观光游艇出租公司，因租金算的方式真侪种。那较细台、服务较简单的游艇，1点钟的租金差不多大票8000；若是较大台、佮有餐饮服务的游艇，1点钟的租金超过大票18万。Our floating island, the unique thing about it, have a big pool as well as a beautiful sitting area around the corners, plus a bar area, cooking area, and it's very wide. It has a beautiful verandas on both sides where people can actually sit, relax, and look at the beautiful sides of Dubai. 根据世界游艇中介网站的资料，杜拜豪华游艇行情，若是全新的船，换算大票至少要500多万。那较贵的游艇甚至到大票3亿。对干那只是短期停留的游客来讲，做1天半天来办派对正拄好，所以业者就送一寡符合市场需求的服务。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今仔日的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报你知，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22度到32度。中部地区是23度到31度，南部地区是23度到33度，东部地区是22度到30度，
也那外岛地区21度到28度。也有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早起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